有冇人同你講過你八字裏命傷官見官，婚姻一定有問題？其實傷官見官咧唔可以簡單話好或者唔好嘅。一方面係你夠醒目、夠膽講，唔會委屈咗自己；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傷官嘅位置唔好咧，就的確好容易同另一半咧發生頂撞同埋鬧交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完全唔處理，咁會點啊？其實我都明白你嘅出發點咧係想講道理，但係對方聽落去咧，只會覺得你鬧佢。感情一有問題咧，你就習慣咗用批評咧嚟到代替溝通。久而久之，對方都唔敢同你講真話，你會越嚟越孤單。長期咁落去，婚姻咧就會變成你就覺得佢唔進步，佢又覺得你好難服侍。咁可以點做啊？一、保留你嘅理性，先講感受，後再講問題。二、要學識睇場景。你工作嘅時間可以好犀利，但係感情裏面咧都係溫柔啲會比較好。三、要着重對方對你嘅付出，用先肯定後建議嚟到代替一開口就批評對方。女命傷官見官咧，可以係壓死婚姻嘅壓力，亦都可以係推動伴侶成長嘅力量。關鍵係你點用把口啫。如果你想知道你命盤裏邊嘅傷官咧點樣影響你嘅婚姻，可以留言傷官，或者可以約我睇八字，咁我就可以詳細為大家解答啦。